一把剪刀點解會成為近代中國女性解放嘅象徵？喺清末民初一個簡單嘅動作就引發咗撼動千年傳統嘅革命。今日我哋就探討一下剪頭髮運動嘅深遠意義同埋佢點樣影響中國女性嘅命運。咁事實上喺中國傳統文化入面，頭髮唔單止係髮絲，仲係身份、忠誠同埋道德嘅象徵。古籍都有講，頭髮係血瘀，同人嘅精氣神聯繫起來，甚至剪低咗之後會影響自己嘅健康同埋命運。咁中國儒家思想有一句好流行嘅格言，叫做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咁其實係強調人體身體入面包括埋頭髮在內都要完整保存，咁先係彰顯咗對父母嘅孝順。咁頭髮成為咗權力啦、性別同埋文化交匯點。咁其實喺清朝時期，男人被強制剃髮留辮，亦都象徵住對滿清統治嘅服從；而女人就要留長頭髮，其實都係符合翻儒家倫理對女性美德嘅追求。咁魯迅喺《阿 Q 正傳》入面亦都透過咗阿 Q 嘅辮子，諷刺咗清末民初嘅落後同屈辱。頭髮就成為咗政治同埋文化嘅隱喻，而當時嘅女性就連長髮同呢個傳統嘅規範都綁埋咗一齊。咁喺民國嘅初期呢，女性通常都係會跟從傳統，梳理繁複嘅髮髻，但一啲革命嘅女仔就開始剪頭髮，追求同男人平等。咁雖然當時就未有廣泛嘅接受，但其實剪髮運動呢，一共就經歷咗3次大革命時期嘅短暫高潮。其中就係1911年嘅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同埋北伐。咁呢啲運動亦都令到剪髮成為咗革命嘅象徵，但因為同政治聯繫太強，未能長期持續。咁1919年嘅五四運動就成為咗剪髮運動嘅轉捩點，女學生就受現代化同埋性別平等嘅理念啟發，開始有剪短頭髮作為解放嘅象徵。丁玲著名嘅作家喺1946年嘅文章《我如何走向自由》入面就提到五四運動點樣影響佢嘅小城。咁佢嘅同學就成立咗學生會，組織遊行討論女性議題，包括剪頭髮。咁當時當然係受到老師嘅強烈反對，但好多同學包括咗丁玲喺之後聽咗嗰啲同學嘅講話，亦都剪去咗自己嘅頭髮。咁呢樣嘢其實正正就係解放嘅第一步。咁喺桃園嘅女校，亦都有位學生係記得五四運動之後，佢同18位同學一齊剪頭髮，係集體反抗同埋對呢個團結嘅表現。咁1920年，新報亦都報道咗上海一間女校嘅學生同父母因為頭髮呢樣嘢去爭執。咁甚至嗰位女學生呢，係威脅自己嘅父母要離家獨立。咁最終咧就逼咗佢父親去同意佢剪去頭髮。咁其實呢樣嘢都顯示咗個人嘅掙扎同埋家庭嘅阻力。咁去1926年啦，謝冰瑩加入女兵部隊。咁男指揮官咧就已經要求剪短頭髮啦，認為呢個革命係變革嘅必要。咁佢喺一個女兵的自傳入面亦都記錄咗呢一段嘅經歷。咁呢啲故事亦都顯示咗剪頭髮點樣由政治嘅抗議變成個人選擇嘅象徵。咁其實咧，剪頭髮唔係一帆風順嘅。我哋頭先都講過，有好多家庭都視短髮咧係一個傳統嘅威脅。有女仔咧因為剪頭髮俾人哋退婚，甚至俾人哋逐出屋企。咁一位上海女學生喺1920年同父母爭執剪頭髮，佢威脅離家。咁最終咧係逼咗父親同意。1925年剪頭髮亦都因為女性嘅審美意識就開始流行，唔止係政治需要，亦都係個人選擇表現。咁喺當時呢個好萊塢電影入面呢，一位叫做馬琳戴德麗嘅短髮風格啦，亦都影響咗中國嘅時尚潮流。短髮亦都成為咗現代同埋自由嘅代名詞。咁上海嘅理髮廳呢，亦都迅速冒起，提供新潮嘅髮型。咁1927年，廣州《民國日報》報道新髮型同埋髮油使用，顯示咗短髮已經成為咗時尚嘅表達。咁1932年，歐洲咧就引入嘅電燙髮型啦，喺上海、北京、南京都大受歡迎。但係1935年咧，南京政府似乎想阻止呢個潮流剪短髮潮流同埋電髮嘅潮流去推廣，咁所以佢又禁止咗電燙髮，認為呢樣嘢係現代同埋浪漫嘅行為。咁甚至係禁止咗啲軍人啦同一啲電髮嘅女仔去結婚嘅。咁試圖咧就透過呢一樣嘢去規範翻女性傳統嗰個外貌。但係消費主義嘅影響咧，始終咧亦都係比較深遠嘅。咁最終係令到呢個禁令嘅效果咧係有一定嘅局限。咁短髮潮流咧得以繼續擴散。咁民國時期嘅剪髮運動咧，唔單止係改變髮型，仲係開啟咗女性身體自主權嘅時代。由1911年嘅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再到1920年代嘅時代轉變，剪頭髮已經由政治嘅符號變成個人嘅選擇，反映咗女性嘅自主意識嘅覺醒。咁今日喺染髮、光頭同埋 body positivity 運動入面咧，我哋都見到呢場運動嘅延續。剪頭髮已經唔再係已經係成為咗女性身體解放一部分，同放足嘅革命齊放。咁推動咗女性嘅自主。所以我想問你，你今日嘅髮型究竟係你揀定係人哋揀呢？
咁其實咧，而家個個人都係好興剪一啲短頭髮噶啦。咁我哋亦都視呢種行為咧係為一個嘅習慣啦，亦都唔當係一回事。咁其實正係因為呢個剪髮運動嘅成功，先令到你有呢種嘅感覺。咁啊，最後咧就好歡迎大家咧喺留言區分享你對呢個頭髮革命故事嘅睇法啦。多謝各位。